OK， 今次主要講咧就係 cash accounting 同埋 accrual accounting 嘅分別嘅。先講咩叫 accrual 先啦。accrual 可以指係支出，亦都可以指係收入。嗱，先講支出。支出咧係指公司喺一個財政周期或者財政年度裏邊咧，已經享受咗其他公司為佢提供嘅服務或者貨物，但係去到財政周期嘅結束之前咧，公司都係未俾錢嘅。咁我哋稱呼為之 accrual， 亦都可以話 accrual expenses、unpaid expenses、expenses payable 或者 expenses owing 嘅。呢個你要記一記啦。好啦，睇睇呢個例子先。呢個例子就話啦，公司 A 咧係1月1號09年咧已經開咗業噶啦。咁喺呢個財政年度裏邊，佢係用咗好多水啦。咁亦都係用現金嚟找呢個水費嘅。好啦，總共有3期水費。第一期1月至4月，總共480蚊。嗱，喺5月已經俾咗錢噶啦。5月至8月嘅水費咧960蚊，喺9月18號俾咗錢。留意地方就係9月至12月嘅水費咧，總共係1240蚊。但係喺09年嘅財政年度結束之前俾咗未？係未俾嘅。你發現咧，題目話俾你聽係2010年1月19號咧先俾錢，亦即係話咧喺09年嘅時候咧係仲爭緊呢個水務局錢嘅。好啦，睇睇個入賬方法啦。咁入賬方法我哋記翻 double entry 先。如果支出上升，咁當然喺支出嗰個 E 嗰邊咧係 debit 嗰邊咧要增加嘅。咁你睇睇啦。5月20號交咗一次現金480啦，9月18號交咗一次現金係960。嗱，如果用 cash accounting 咧，搞掂噶啦，因為咧我哋真係用咗2次現金啫。咁所以如果你去到年尾12月31號嘅時候，你要做啲咩咧？就將呢個 nominal account 咧係要 close 咗去噶。咁我哋就睇睇啦。總共使咗1440蚊嘅現金，咁所以變咗咧就將呢個1440蚊咧帶過去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嘅 debit side 啦。好啦，但係如果用 accrual accounting 嘅話咧，係複雜少少。第一，你要計一計究竟其實今個財政年度應該要俾幾多錢先。嗱，如果講到應該要俾幾多錢咧，就睇睇你用咗幾多錢水費咯。480、960、1240都係應該今年俾噶。咁所以變咗咧，你係將啲3條數咧加埋，就等於2680蚊。咁呢條數點做咧？就會帶過去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嘅 debit side 當係支出咁入嘅。好啦，但係你會發現咧，呢個 T 字帳呢個 ledger 咧係唔平數噶，因為你只係交咗2次錢啫嘛。仲有一期咧，你係未俾嘅。咁我哋點樣做點樣形容呢件事咧？咁我哋就會喺呢度 item 呢度咧寫住 accrual credit forward， 意思即係話咧提翻啲條數咧，我哋喺09年呢個財政年度結束咗啦，但係都未俾錢。咁所以係變咗係咩嚟嘅咧？其實咧就係公司喺09年嘅 balance sheet 裏邊嘅一個負債 liabilities 啦。好啦，做個結論就係話，如果你係用 accrual accounting 嘅時候咧 ，closing entry 係需要 debit 個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2680應計收入、應計支出，同一時間喺 credit 個 balance 嘅時候咧，亦都係 credit 2680。嗱，留意嘅地方當中有1240蚊咧，係會 carry 落去下個財政年度，變成咧係一個 liabilities 嘅。